奴婢备了撵轿，您看不坐，走走吧。是。你在这儿等着我吧，我自己走走。娘娘小心。娘娘，这入了夜还是有凉风的，你身子不好，咱们进去吧。我还是想在这儿坐会儿。那奴婢给你拿条毯子去。你别忙了，坐下来喝口茶吧。这不合规矩。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你侍奉我这么多年，不是站着就是跪着，还从没见你坐过。坐下来吧，就当陪陪我。我还记得那日在长街，第一次遇见你，你质问长侍太监那个耿直大胆的样子。这一晃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。奴婢至死都不会忘了那天。奴婢从小无依无靠，是得到了娘娘的关照，让奴婢伺候您，这是奴婢的福气。有你是我的福气。我不只记得遇见你的那日，我还记得这宫里边好多的日子。我记得第一回我入宫见姑母，满宫的红墙绿瓦，我就觉得这红墙可真高啊。记得听墙头马上，是我第一次见到红梨，我带她逃出去，到城墙上去玩了。过了没多久，她就在城墙上要我跟他在一块儿，还跟我说有我在，你放心。
我还记得嫁到王府当侧福晋的那个晚上，他掀起盖头，看着我的样子。也还记得他让我继位中宫时跟我说：“如意，万人之上，无人之巅，正孤单得很，到朕的身边来。”我当时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有点头，然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到他身边，走到如今。这些年来，娘娘的心思，奴婢全看在眼里。娘娘是念着皇上的。一路走来这些日子啊，我如今想起来，都好像跟昨日一般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所以还念吗？不念了。娘娘是在这宫里熬得太苦了。在这宫里边，谁不苦啊？这些日子，我还时不时想起很多人，想起姑母、阿若、兰花、新月，也会想起绿云、玉颜、一欢，甚至还有魏延婉。我曾经跟皇上说过的，这宫里无休无止的谋算争斗，让人厌烦。为了恩宠，为了亲族，赔了这么多命进去，真的值得吗？若永璜和永琪都好好的，景思和永景都长大了，那该多好呀！荣佩啊，想想，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没发生，兰花啊、西月啊、绿云、玉颜、一欢，现在都该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喝茶说话的，会不会也有他们呢？兴许还有皇上的。喝口茶吧。你也喝。茶有点淡了，你去找些新茶换一壶吧。
皇上醒了，来，擦把脸，醒醒神儿吧。晋宝啊，还在外头候着呢。让他进来吧。晋宝，皇上，翊坤姑娘娘轰了。怎么会？回皇上，宫中传来消息说，皇后娘娘得痨症已久，后来连药也不喝，在夜里子时过生了。但说娘娘去的时候很安详，容佩也已殉主。哎呀，皇上，您之前给娘娘送回册宝，她也不收，病成这样了也不告诉您，也不吃药，这是拿命跟您置气了吗？滚出去！皇上，就算皇后跟朕有什么，也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，半分教养都没有！你给朕滚出去！是，是。皇上息怒，桑仪该如何处置啊？处置什么？啊？处置什么？都给朕滚！滚！明明朕离宫之前才见了你，那时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瞒着朕？为什么病了也不吃药？到底为什么？娘娘，你为什么就这么走？
事已经未俄吧？您本应该在这享福才是。娘娘竟这般无福，就这样病重走了。有什么可伤心的？此时的娘娘，应该已经和她的少年郎在一起了吧？皇阿玛，皇阿玛，你也来看额娘吗？额娘说她自由自在了。她真的自由自在了吗？永基，好孩子，不要哭。额娘只是病得重了，从这病里解脱了，如今已经自由自在了。记得额娘说过的话吗？额娘只希望你一生平安顺遂。如果再有别的希望，额娘希望你也自由自在，不必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一定顾好你自己。额娘给你的，好好留着吧。福家，你先带永基进去吧。是。皇阿玛，你们进去了。恭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都仔细问过了，娘娘的痨症确实是厉害，再加上娘娘又不肯吃药，的确无力回天了。但娘娘走得很安详，白天还带着容佩出了趟门，娘娘自个儿还上城楼待了会儿，夜里在廊下和容佩喝着喝着茶走的，像睡着了一样。身边除了给12阿哥的信，就是这盆枯了的绿梅陪着娘娘了。这话是他自己回的。是娘娘生前自个儿把那半截裁下来烧了。皇上，
皇上来了。皇上，皇上沮丧哀痛，怎么到臣这里来了？这幅画是从你手里交出去的，证明你复原，而且要复原的和从前分毫不差。皇上，臣做不到。为什么？皇上还记得臣给您和皇后画这幅画时的情形吗？皇上与皇后眼睛里都是彼此，自然而然地握了手。臣说这样握着手入画更好，皇后说这样不合规矩，但皇上说是不合规矩，可是合皇上和皇后的心意。皇上，中国有句话好像是说画比人长久，但臣总觉得画呀有时是最无用的，最美好难忘的都是在我们的眼里心里，画怎么能比得了这个呢？画破损了便是永远破损，所以再好的画愿也不必执念，不必。所以你是不愿意替臣复原了？不是臣不想画，而是臣再也画不出了。别是勉强画了，我也不可能再复原如初了，请皇上原谅。那不是我姑母住的景仁宫吗？我老去她那玩，我可没带别人来过这里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心里有我的？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臣妾只希望和皇上长长久久的，能多长久就多长久。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儿。臣妾就喜欢你说3个字，你放心。我是想要告诉皇上，现在咱俩在一块儿了，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在疯癫上孤独，臣妾陪你，永远陪你。皇上，你知道蓝英续过这句话吗？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，如今却明白了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
李煜替朕去传旨。这皇后生前行迹风靡，其丧仪不便赴皇后遗志办理，只可召皇贵妃例行。着抹去其在宫中一切史书记载、画像遗迹，并昭告天下，乌拉那拉氏薨。皇上，太后来了。皇娘怎么来了？你自然知道哀家是为什么来的。我说，皇帝，你昭告天下乌拉那拉氏薨，宫里宫外议论纷纷。旁人不敢过来问，哀家来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意是皇后，你不但改了她丧仪的皇后遗志，还对外称她是乌拉那拉氏，昭告她薨，不用皇后所用的崩。皇帝，你这可是要废后的意思啊！当年在杭州行宫，皇娘曾告诫过儿子，废后是失德之举，儿子自然不敢违背。可如今是如意不愿意做朕的皇后了，送回去的册宝，她不收，病中也不服药，就连她当年封后时，郎世宁替她与儿子画的画像，她也毁去了自己的那一半。就算如此，皇帝，你把如意塞进了纯惠皇贵妃的地宫，不设神牌迹象，还抹去了她在宫中所有的一切史书记载、画像遗迹，你这可是过了些呀！朕是皇帝，朕有自己的考量。他公然断发，几次三番的违抗朕、忤逆朕。他将朕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朕以礼法治天下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一般的话，朕要如何辖制天下百姓，辖制前朝后宫？皇娘也说过，后位、尊荣、权势，如意一个都不在乎。既然他不在乎，儿子又何必勉强他呢？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。哀家明白了，皇帝是要还如意一个自在了。好，既然皇帝主意已定，那哀家就先回去了。眉目，越需要用力抹去的，往往越是不敢面对的；越想忘记的，往往却是最难忘记的，是不是，皇帝？
这些日子，您一直待在梅坞，也不肯出去。后宫的娘娘们都盼着您呢。要不然，奴才陪您出去走走吧。皇上，慈宁宫那儿来人传话，太后想让您过去坐坐。知道了。皇娘，永琰已经成婚了，也封了亲王。这些年，他很争气，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是啊，都9年了，永琰的大事已定，而7公主和9公主也都已出嫁。这皇贵妃还如同疯妇一样活着。皇贵妃这般模样，完全是她咎由自取。那是她罪有应得。只是永琰大了，这样的额娘不好看。事情可以有个了结了。儿子明白。主，喝汤了。喝汤，喝汤，喝汤。给我喝。慢点，慢点。这是啥？哎呦，奴才刚忘说了，这不是熏骨汤，这是一碗鹤顶红。
皇上，不知当年皇阿玛立下储君时，是否也像朕今日一般，如释重负，又惴惴不安？先帝乃千古明君，才选定皇上承掌天下。皇上亲疏于览，一定会为天下苍生定一位人君。朕这一世，夫妻恩情，嫔御恭顺，父母之恩，儿女之福，都已经失去了一大半了。朕终究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介寡人罢了。太上皇，您要找什么？奴才帮您找吧。那个盒子，哎，太上皇，是这个吗？你先下去吧。这。